我还记得说，大概那个时候啊，大概3、4年前，我就meet台湾的所有的 team elite 吃一顿饭。在吃那顿饭的时候呢，台湾人就是这样的哇，真的会去问神能不能够做的嘞，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旁边几个有一个人讲说，他有去跋杯，他有去问，结果神说不能做，就是不是圣杯不是圣杯。然后呢，当然他还是回来 VV 听听看听听看，然后过后呢，他再拿 OBB 去拜多一次，然后在他还没有宝贝的时候呢，他跟观音妈讲 OBB， 讲完 OBB 过后呢，他再播就圣杯了。喂，等一下，我一听到我说，哇老，你要不要做立位？你相信你自己，你去相信其他东西，你相信你自己。哇！结果我想要开始讲这样的比较像样的话的时候结果我发现那整桌全部的台湾人要做立位之前都有去问了，我就傻了。所以当天真的台湾人每次就在讲这种东西。他说哇，有一些我们有一个领导人就讲说，他上去过上面。他说他在上面有位置的，还有身份证。我心里想，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个 passport 然后呢，他还讲什么呢？他说他在上面他看到有我的名然后那时拿豆就，拿豆肯定就看住我，我就有我的名耶。过后我就跟他们分析，各位。成功多重要！成功多重要！要是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行业，要是当时我们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可能当时我是站在旁边拿那杯水的韦德，你觉得我上面会有名字吗？没有。我说你看，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上面都有名字哎。所以当然，相信数字相信有的没有的，不如相信自己了。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本身的手里。所以我绝对有这样的资格讲。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资格讲？因为我爸爸就是算命的。我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我爸爸的确很准，真的。虽然他已经老了，他不看命了，帮人家做一些姓名学。不过我爸爸真的很出名很多人排队的。从小就一直在跟我讲说这些命理学的东西，跟我讲几时你驾车要小心啦，几时什么啦，哇，很凶哎！有时驾车的时候，哇，然后他每次又说了又中了不，你相信我，当时当我放弃大学不读的时候，我要来做职教的时候，他第一个跟我讲说，肯定失败。他跟我这样讲的，真的。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他用他的专业，想要来吓我了。我一直都相信真的有时候，比如说他说那个月你的确会有一些比较不顺的东西，的确真的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就好像我昨天刚刚到新加坡，我一到新加坡，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就今天早上刚刚问我，因为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嘛，我们去环游世界嘛，他就说你这个月会不会很痛苦啊？我说是啊，压力比较大了，很痛苦他说哎呦，爸爸讲的对嘞。他知道的，真的他知道的。不过呢，这些东西他知道。不过我发现到这么多年来了，我跟我爸爸拿包包这么多年了，在他旁边去看风水以前，我发现到这些东西他看得到，不过成败他看不到。到最后你做了这个决定，他会说这个决定他会跟你讲说会不会辛苦了，会不会难。不过到最后成功还是失败看不出。
这的确，这么多年我验证了，命运的确是掌握在我们这边人手里的。每一次他都说难的时候，就是 V 在突破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不过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这个也是真相哦。好了，我们要知道，市场就是战场，商场如战场，对不对啊？他没有跟你客气的。今天你出去外面，你被人家拒绝啊，你觉得啊难，我告诉你，还是有很强的人去做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软绵绵不够强的话，我告诉你，不要说 V， 你不要想说要去打市场还是做什么生意。首先，我们必须要先从自己本身开始，把自己本身弄强。接着下来，我必须要很明确的、很清楚的跟你们讲。接着下来的市场问题永远都是存在的。只要你今天想要销售产品也好，做生意也好，想要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些市场上的问题。市场上什么样的问题？竞争的问题，同意吗？今天一个刚刚加入立威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嘞，他可能透过一个人这样介绍他产品，他觉得这个产品很好，他发现到这样加入的话，这个 commission 扣回来这种OK 嘞。扣挺多的呢，这样我就可以便宜卖嘛。你看，站在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角度，一个人，他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来卖这个产品，我要问你，是不是很大的错？是不是？是错啊？有什么错？市场上哪一个产品不是这样？没有错。不过呢，在组织里面它就有影响了，是不是啊？它就会影响到某一些公平性。不过我要问你。V 说教育，我们要教育这些人嘛，是不是啊？跟他们讲说，哎呀，你不要便宜卖，其实你可以赚更多的，其实有更好的方法的，是不是啊？我想教育，我们的教育比任何一家公司还多，多到人家不想来了。问题是，他如果会来，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嘛，是不是啊？就是说那些没有来的人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同意吗？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把教育了过后，我们再加一些政策，做一些政策哦。你这样做，我们抓到你的话，我怎样。不，我要问你，那么今天加入的这个人懂不懂？不懂，明天也会出现，是不是啊？明天在网上我们一看，又有多一个了，他可能是昨天刚刚加入的。那么有一个和有100个是一样的结果的，是不是啊？还是有人卖便宜的。所以你看。这个问题从我20年前，包括在市场上，它一直是存在的。你面对这个问题，别人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别人同样做飞马5、飞马6、飞马7，做到哇这么大，做得这么成功，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你觉得不能做呢？为什么？因为不是那个问题大，是你小。是你不够力量，你的力量不够大。这就是我前天在香港讲的。当你变大了，问题就变小了。所以每个时刻，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本身的那种能力，不要去害怕这种问题，不要去害怕这种打击。这种问题来的时候，我们要多思考、思考。比如说。这段时间是缺货的一个阶段嘛，对不对啊？新加坡有没有啊？新加坡也有，不是新加坡有，全世界都是这样。而且这段时间，你们只是这段时间，从6月到现在，你知道印尼这个问题好几年了，海关的问题啊，照样飞马9。我们的Pak Effendi，印尼的飞马领队9。之前我们在印尼表扬的时候，他在后台跟我聊天，他说：“老板啊，以前我们卖一个一个 one star 的业绩我们只可以给人家1瓶
现在卖一个飞马的业绩，可能给他2粒而已啊。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笑，哈哈哈哈，当作是一个笑话。我心里想，这个人也太强了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制造这么多的飞马上来，也太强了吧！就是有这样强的人，各位，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啊！在台湾，不能讲疗效。你就算自己本身是见证，你吃了过后真的很好，你也不能够讲的嘞。最高最多能够讲什么？改善生活品质。他们在台上最多能够讲，我们吃了这个产品过后，改善我的生活品质哎。来，你来卖看看。单单讲这句话，你慢慢卖看看，你根本没办法卖啊，对不对啊？结果变成数一数二最大的组织。我们给台湾人一个掌声。所以市场本身就是有很多问题和限制的，不是那个问题难倒你，是我们自己本身太过软弱无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本身坚强。相同的，在一个组织就建立了一个组织出来了。这一个组织出来了过后呢，有些人被他的有一些会员，可能跟他有自己跟你本身有一些误会还是什么。有一些口角，有一些不爽的东西，他不要跟你，他跑去跟别人。在直销的话，他是大事啊，他叫跳线了。那个是会影响到公平性的东西，公司肯定当然会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加入过后，他就不可以随便跳线。公司当然会处理，不过站在我的角度，有时候我在想，我站在直销商的角度，这个人不肯跟我，那你可能是这个人的问题。可能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比较好。今天这个人不要做 VA 了，他跑去做别的公司，你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吗？你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吗？你们想知道吗？不是今天我才有这样的反应哦，从 VA 开始的第1天，我已经跟很多领导人讲过了。他如果要离开，我帮他开门。这是真的，然后我会反省，我会自我反省，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不要跟我跟别人？我会去看别人怎么做。哦，这个厉害，哇，这个厉害，然后我模仿，我去进步他，这就是一直立位的精神，而不是他跑去别的公司，你给我挤掉啊你，你在外面给我看到我，没有用。没有用，你不能进步。你指责别人，1只手指指别人，3只手指指自己，对不对啊？老天爷是这样设计的，指到自己的。不要，我们反省，我们思考。还没完哦，我开着门让他出去，然后我会继续的开着门，我等他回来。这很重要哦。的确有一些领导人的确是这样，他出去外面过后，他做外面的，可能某一些卖点、某一些东西他去到外面，可能或者甚至某一些多余的利益出来，这个人把他买过去，买过去了过后，做一段时间过后，天下是不会有掉下来的馅饼的，是不是啊？没有这种好事的。然后做一段时间过后，他还是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他才可以在这个市场上生存的。发现到他明明就在做这家公司嘞，他之前的 VA 那家组织产生出来的收入比这间公司还高哦。他正在做这间公司，不过 VA 的收入比这间公司还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大把这样的例子。结果呢，要回来不简单哦。为什么？因为别人会有异样的眼光的嘛，对不对啊？组织通常都会保护自己的组织，也有这种人去到外面，他要保护自己的组织，不要给他读到的嘛，是吧？通常都是这样的。这个是直销的真相，一直在发生的。所以要能够让他还能够回来，需要开路的，因为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路让他
可以回来。回来了过后，又有一个好故事，是不是啊？当某一些人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不要浪费时间了，我走过这条路了。”哇，多好的这个故事，多好的这样的例子，我们很多。所以这个市场的问题，它一定是存在的。有可能现在你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联想一下，思考一下，别的如果你是这些领导人，他们会怎么想？那么你就这样想嘛，那问题就解决了嘛。而是学习他们的思考模式嘛，学习他们的态度，学习他们的所作所为，然后你去模仿，你去复制。那么他们开什么车你就开什么车，他们住什么屋子就住什么屋子，他们的家庭情况多越好，你的家庭情况就是这么好，这就是一个复制的行业。我说有一天万一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说明天出现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做 LG Right Way，Lagi Right Way， 好，就是更加 right way 的意思。好，然后呢，我们的产品12个成分，它15个成分。我们的制度这样，它每一个都加多一些 percentage 下去，再加多一些更好赚的东西下去，然后找人家投资。的确找到一些人，投资了500万、1000万，比如说，甚至2000万的一个资金，有这样的资金可以用。一开始，很大幅度的、明目张胆的来 re-way 拉人。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哇，照样的开门，然后等，一定有人走的。一定有的，不过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真相，这就是我们的组织。然后我们才从中学习，好，我们才知道原来一直以来的组织都是有某一部分是假象的。原来我的骨骼在这边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当有问题来的时候，不要太担心。他让你知道说，原来我的组织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时候跟你的组织无关，很多时候跟你有关。你是怎样的人，你会有多大的组织？大概在8年半前，宝叶姐姐有在吗？有，她每一场都在 ，steady。宝叶姐在大三角的 office 跟我讲说：“总裁看医生，他每次找我是看医生的，帮我计划一下。”我说：“好了，你画你的组织蓝图出来给我。”组织蓝图。我说 OK。当时他直销经验就1年半了，然后呢，他就去我们的外面的这个 office 外面有电脑的嘛，他就在电脑开他的组织蓝图出来，他就抄看，抄成一张纸给我。抄一张纸给我的时候呢，要我帮他做计划嘛，接下来的计划。然后我就问问题，我就问他这个人是谁啊？然后这个人是什么什么人？我就那么这个人最后一次你看到他是几时？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几个礼拜前，比如说，现在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然后就拿一支红色的笔，我就跟他 cancel 掉。然后我就问下一个，这个呢，我就问几个问题啦。过后我又 cancel 掉，然后问这个又 cancel 掉。我在一路 cancel 的时候，他的脸一路在黑。宝叶姐，你不要惹他，我跟你讲，不好惹的。他一路在黑，然后我就 cancel 到过后呢，我就转回去，我就推给他，这个是你的组织。他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当时这是真的。我说这个是你的组织，他一看都没有人了。我说谁说没有人？这个
不是人啊！我就指着他的名字，这个就是人啊，有一个人啊。他说叫我不是白做1年半，我说你没有白做啊，1年半之前和1年半之后的你是不一样的。1年半之前，你不会谈产品，你没有市场经验，你也不会做成交，你没有见证，你不会谈制度，什么都不会。不过1年半后的你，你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哦，怎么可能会一样呢？他还是脸臭臭。后来我也不懂用什么方法打发他走了。不过今天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感触了。当时他认为这么重要的那个组织，认为啊，我 cancel 掉他，我很介意的。当我 cancel 掉的时候，他很介意的。这个组织，今天到了今天，哪一个还在？我不代表今天他的组织变小哦，他组织还是越来越大。所以证明就是说，不是组织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不是啊？你变大了，你组织自然变大了。到最后谁会跟着你？那么真的要靠缘分。真的是看缘分。那一天我在台湾那一场就讲到，我们就好像一个巴士司机，开着巴士，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当每个人有人下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为什么我的巴士不能够吸引他？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不是他想去的？还是我的巴士不够好看，里面有臭味，还是什么？我们就去反省思考，对不对啊？让越多人上车，尽量避免越多人下车，然后尽量把这个巴士的体积一直在扩大，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的容量，能够容纳多少人？到最后可能开着渡轮，最后可能开这个国家级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样开带一群人去每一个人想去的地方。到最后关键还是那个巴士司机，对不对啊？关键还是那个巴士司机。而不是哦，现在我这个组织哇很重要，包住，不是我们不要保护我们的人，不是。我有些东西真的发生了，我们要去接受的，因为那就是真相，对不对啊？而不是耿耿于怀，那些人 cancel 掉你自己 cancel 掉你自己的名字，完蛋，自己一不见就完蛋了，是不是啊？所以希望说今天某一些东西你会有听到，你会看到一些东西，你会悟到一些东西，对你有所感触的，想要去改变你自己本身。我希望今天你会有所收获。那么今天的分享也大概到这里为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不要小看一首歌。因为我相信一首歌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首歌呢，是 V 之前8月份的飞马山以上，在台上的演讲，这么多场演讲里面选出他的其中一句话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歌词，然后我们写成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合作》哈，非常好听的歌，希望你们会喜欢。以这首歌来终结今天的领袖培训会，让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飞马领队上来一起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呀！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一直要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
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 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下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 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